王彩怡在台湾嘅戏剧界有一个非常重要嘅角色，佢喺青岛演员嘅表演欣赏。佢喺客家电视开始做表演欣赏开始呢，有非常多嘅戏去科技来做表演嘅指导。佢自家要做演员，佢自家做欣赏，然後來看佢對呀行業、對客家電視有冇個值得他來討論的東西。去哪里了？妈妈好担心哦。你们怎么样？好了好了，先把孩子带进去了，带他去洗澡，玩了一整天了。肉身儿是一个很特别，对我来讲是一个意义非常特别的作品，就是因为肉身儿其实有3个角色是主角，对我来讲，就是这3个角色，应该算是说它其实是在讲3个女人的故事嘛，然后由其中的一个女主角，她是剑士族的组员，然后他们全族的人，去调查一个客家女歌手的死亡案件。然后他们去抽丝剥茧，想要知道她的心理历程，或者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以至于她在那边发生那样的事情。然后那个女主角就是那个剑士的组员，在调查客家女歌手的这个死亡事件的时候，同时又发现了在同一个地方，就是同一个那个房子里面，在客家女歌手之前，还有另外一个女生也在这边死亡。所以其实肉身也算是一个非常魔幻的作品，然后它整个主题是在探讨死亡这件事情。我那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原住民，对对对，然后她是一个跛脚的女生，然后她嫁给了一个客家的男人，然后被那个客家男人带离开部落嘛，然后到了一个边陲的地方，在那边居住。基本上，我那个角色他的状态啊，我们就说他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面的金丝雀，所以他其实心里一直有一个状态，是他想要飞，他想要飞出去，他想要离开这个边陲，他想要回到他原来很自由的一个居住的地方、家乡，或者是很自由的一个状态里面。他好想回去，这样子，就是他常常会去看到飞机低空飞过他，然后他觉得好开心哦，他好可以跟着那个飞机一起飞。然后他也很喜欢待在他们家的楼顶，他觉得在那里他是一个最自然的状态，这样。最近5年到10年的这一个区间，就是年轻世代的眼光跟观点，还有他们想要玩的东西，其实很不一样，而且非常的天马行空。然后他们所想象的戏剧的状态，跟他们想要玩的类别也都非常不同，各式各样多元的类型的戏剧就都一起出现。这件事情其实对演员来讲是一个会眼睛一亮的事情，所以有更多不一样的角色你可以去挑战。对，然后阿憨妹那时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子的东西，因为其实她是要讲这个女人的一生，而且这个女人的一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的戏剧性。其实这个女人的际遇超苦的，她就是
好惨，就是对不对？就是好，本来是9国红牌，结果后来变智障，对，然后要生小孩，可小孩又被人家抱走，因为他是对，就已经变空这样，小孩又被抱走，然后他后来慢慢恢复之后捡破烂，就是那每一个状态都非常的戏剧性这件事情。可是阿如导演他又要把这个故事讲得很有趣，虽然很苦，可是是很有趣的哦。就是他用了很多很可爱的、很好玩的人性的东西，让你觉得，也是好，就是人生真的哇，好丰富哦。最喜欢就是捡破烂跟那一群丐帮在一起的阶段。他们很可爱啊，他们就是边缘人，然后大家互相扶持，然后每个人都有各自自己的状态，然后都有各自的人生故事，可是他们愿意大家都聚在一起。不管是舞台剧，还是就是各类的影像的东西，就是我会觉得我在当演员的这个过程里面，就是我其实一开始接触戏剧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时候也不知道就是现在讲起来就会觉得那时候好狂妄，就是我会觉得我什么都可以演，就是我那时候在剧场的时候的心情，就会觉得，因为人就是可塑性很强啊。其实我应该是一个什么都可以演的人，可是当你就是一部戏一部戏这样演下来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！我其实，在每一部戏的角色里面，都发现了另外一个我没有看过的我自己。然后呢，我就会把那个东西捡回来，就是那个东西是你本来完全不会去感受到的事情，或是东西，或是个性，你就会把它捡回来。你每演一部戏，你就从一个角色里面身上去捡一个东西回来，你知道原来我是这样的人。然后我演了那么多戏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哇，这些东西整个拼起来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最完整的黄彩怡自己。